集講良曆，筲箕灣東大街一街三廟，即係邊三間廟宇？城隍廟、天后廟同埋譚公廟。請講出你議員辦事處所在啲西灣河興東邨三座樓宇啲名稱。興豐樓、興祖樓、興康樓。興康樓有幾多層樓？興康樓咧係有38層嘅。大家好，我係梁力，係工聯會東區嘅區議員。我由2011年開始服務社區，我一直以服務市民走在前嘅工聯精神去開展社區工作。民生無小事，議題嘅發掘推進係咪符合居民嘅需求呢？呢個係非常重要嘅。咁上任以嚟，我培養咗一個新嘅義工群體，叫做社區觀察員。我哋會定期聚會，為社區建設出謀劃策。遇到突發事件，亦都會立即通報，就為我哋有效及時咁開展社區工作，及時咁關心獨居雙老戶嘅長者係提供咗好大嘅幫助。我亦都時刻要求自己企喺使用者嘅角度觀察社區嘅需求。我同工聯會東區嘅團隊一齊，重點推進咗多項嘅議題，包括咗興東邨遊樂設施嘅完善啦，爭取110號巴士線延伸去到西九龍高鐵站，亦都要做好防鼠滅蚊工作等等嘅議題嘅。居民嘅每一個訴求，我都會深度思考問題背後嘅根源，有冇解決源頭嘅方法？問題會否持續咁外延？努力揸住處理問題嘅關鍵。西灣河曾經有屋苑發生咗因為水泵損壞而導致大樓停水嘅事件，亦都有屋苑因為升降機缺件而引起咗維修周期長，導致到經常壞 lift。咁我亦都同法團、管理公司、維修公司以及係政府有關部門積極咁溝通，盡快解決影響居民生活嘅問題。通過頻密嘅互動，努力咁營造一個充滿活力嘅社區，守護社區人人有責。只要我哋行多一步，相信我哋嘅社區會變得更加美好、更加安全。一個有活力、有方向嘅團隊，對做好社區嘅工作非常之重要。團結係我哋工聯人傳統嘅精神。作為工聯會嘅區議員，繼承傳統精神，拓展新嘅服務形式，係我哋做好工作嘅秘笈。